省委的文件、广东省委下属的地委、县委、特委的文件里面查到，我们当时共产党的状况极其严峻啊，极其严峻。他为了生存，为了得到财物、金钱财物，他采取了5种办法。广东省委总结了5个办法，一个叫捐，就是募捐，啊，请别人捐助；一个叫做勒索，啊，勒索；一个叫骗；一个叫绑票，就是把有钱人家的子女抓来，然后勒赎，你来赎，不赎我就撕票。另外，把人家的祖坟掘开，把骨头拿出来，然后勒赎，你来赎，你来赎。要有计划的做这种事情，啊，要发展流氓无产者进党，只有这些人才敢干这事情，啊，才能干这种事。在任何的社会里，这都是非常没法说啊的事情啊。但是在党的文件上，就是他认为这是一种经验，是一种方法，这是那一段历史的某个局部的，甚至是全局的一个写照，都有这种状况出现。而瞿秋白有时候也会说一说，我们要有计划的烧杀，啊，有计划的烧杀。这种烧杀呢，不光是烧这个有钱人了，啊，有时会波及到啊不是有钱人，啊，现在广东省委的文件，我们要挑拨农民对地主的仇恨，我们要煽动，都是用证词，啊，这是白纸黑字啊。